好多人都話咧，香港係一本好難讀嘅書。我相信當中咧23條立法可以話係難讀之中咧係嘅最難讀嘅一個篇章。因為咧，我哋係要對一國兩制嘅憲制秩序要有深刻嘅認識同埋理解，同埋咧係要對回歸以嚟外部勢力嘅橫加干預，同埋我哋香港一啲嘅內部嘅政治亂象係有切膚之痛嘅人咧，就能夠深深感受到咧我哋呢個23條立法所帶嚟嘅意義。而作為其中一個負責推動23條立法嘅官員，呢一章咧唔單止係難讀，而且係非常難忘。好多謝民建聯咧將回體嘅小説文章嘅形式，將呢個歷史咧係寫咗出嚟，俾我哋嘅年輕人咧係可以讀懂、讀通香港喺維護國家安全入邊一個重要嘅篇章。咁呢個法案委員會同埋小組委員會一共係開咗25次會議，係經歷咗50小時嘅審議。嗱，呢個係一個非常之罕見嘅，我哋做咗大概係91條嘅修訂啦，呢個亦都係非常之罕見嘅。而裏邊咧絕大部分嘅修訂咧都係基於議員嘅意見或者係建議嘅。咁我可以睇得到咧，就係呢個審議係高效高質，所以我哋今次咧，我哋審議得快，但係快而不急。咁係臨近呢個23條立法嘅實施1週年之際咧，呢個係新書嘅發布係嚟得係特別適時同埋特別有意義嘅。我係希望大家能夠係以個書為憑啦，咁啊了解其中嘅歷史脈絡同埋個現實意義嘅，亦都希望大家能夠以後咧一齊努力攜手推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。民建聯同我哋好多香港市民一樣，係整個23條立法嘅見證者同埋參與者。我哋親身經歷咗2003年23條立法嘅挫敗嘅情況，亦都睇到因為維護國家安全法例嘅制度同埋執行機制缺失，特區政府咧卒之喺2024年嘅3月19號完成咗我哋23條嘅立法，呢個係補足咗我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嘅短板。我哋睇到而家香港嘅社會都已經係回復正軌，但係我哋唔可以好咗傷疤忘咗痛。安全係發展嘅前提，國家安全、主權、發展嘅利益係高於一切。希望大家能夠繼續同心攜手，為香港嘅發展、為國家嘅安全一齊努力。喺呢度，民建聯要衷心咁感謝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為我哋嘅書本係撰寫序言。我哋亦都要多謝范徐麗泰女士、譚慧珠女士同埋梁愛詩女士係接受訪問，為我哋嘅書本係提供咗好多寶貴嘅第一手資料。23條立法，23條立法，維護國家安全，維護國家